客官慢用。您的菜。我里里外外找了个遍，哪儿都没有我妹妹的踪迹，我就奇了怪了，她能去哪儿啊？哎，我找青天也没找着，他们俩会不会在一起啊？问题是，娄轩也不见了。那个娄轩平常见到我妹妹，总是一副很奇怪的样子，该不会是把妹妹骗回家了吧？你脑袋瓜里天天想的都是些什么呀？我这不是怕妹妹吃亏吗？要是妹妹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一定找那个娄轩拼命。你们俩能不能提点有建设性的意见？这来来回回我都找了2天了，现在你们说怎么办吧？唉，当务之急还是得查清楚，妹妹最后出现在什么地方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去找净慈那个老道，他不是会算天吗？我让他给我好好算算，妹妹究竟在哪儿。哼！净慈道长，净慈，哎呀，净慈道长，你别睡了，我妹妹丢了。哦，谁丢了？我说我妹妹丢了。你刚才说谁丢了？我说，哎呀，你别睡了，你快醒醒啊！哎，道长，我怎么动不了了？道长，哎呦，哎，五哥，是你吗？五哥，你快来救救我呀！没时间了，我和杨斌去找妹妹了，你在客栈等我。别呀，别走啊！哎呦，别丢下我一个人啊！哎呦，妹妹，你究竟在哪儿啊？我们好像又回到原点了。是啊，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，我们都来这儿4次了。你看看这里、那里，还有那里，一点风都没有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唉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还怎么破阵啊？不对，我好像来过这里。你是说以前吗？这里的一花一草，我都感觉很熟悉。我应该来过这里。我现在感觉，我们像被困在鱼缸里的鱼儿一样，怎么转都会回到原地。那里，那个地方，我一定什么时候去过，我一定去过。师傅，您的容器，徒儿给您带来了。起来吧，真是我的好徒儿。不过，师傅可没有忘记，之前你跟日轩把师傅囚禁起来的事呢。师傅，那个地方又黑又冷，而且没有你陪我。师傅当真是十分寂寞呢。师傅，别害怕，师傅知道你一定是被日轩带坏了，所以师傅不怪你。不是的，师傅。师傅
原谅你了。不过，在那个地方待了那么久，师傅还真有点生气呢。师傅被关在那个又黑又冷又潮湿的地方很久呢。师傅该怎么惩罚你呢？你呀，怎么就不记得师傅跟你说过的话呢？你忘了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谁跟你在一起都得死。陆林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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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陆林哥哥，你看，哎呀，没有人需要你，没有人会爱你，没有人爱，一辈子孤孤单单的，孤身一人，就和师傅一样。师傅告诉过你，师傅最讨厌你楚楚可怜的样子了。妹妹，妹妹，青天，你在哪里？小师妹，妹妹，小师妹，妹小师妹，妹，妹妹，小师妹，哎，伤到哪儿了？你干嘛呀？走，让我看看你伤到哪儿了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走个路都能把自己摔了。那又怎么样？要你管？我爱管。反正我不用你照顾。一个女孩子，逞什么强？你看，伤到了吧？管得着吗你？唉，你们女人呢，就应该待在家里，遇到危险的事情，就交给男人去做，碍什么事儿？哼！好可爱的小女孩啊！小师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她是谁呀？她是谁呀？他是杜瑶冰。她来自哪儿？太乙山。你都知道了啊？
这么久了，你找到你想要的结果了吗？没有，我们争执了那么多年，可人物定了，会有的。你还是那么笃定。我不行了，我要先休息一会儿。哎呀，我们从天黑走到天亮，又从天亮走到天快黑，哎，累死了。还好，我们总算脱离之前那个位置了。是啊，至少我们没有回到原地。方才我们想摆脱那个地方，反而却停留在原地。可后来我们没有目的的乱走，反而就出来了。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？在昼夜交替、天地阴阳之气相冲的时候，人的五感会完全迷失，便会遇到鬼打墙。那应该怎么破解呢？你觉得该如何破解呢？我知道了。欲先取之，必先予之。他既封了我的五感，那我就顺了他的意，不见、不听、不思、不闻、不摸。昼夜交接时分，也就是说，这里时间不管怎么变，外面的时间都是昼夜交接时分。可以不对啊。有可能是这里不是真实存在的地方，所以有人控制这里的时间。如果能控制，那就一定能破解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不见、不听、不思、不闻、不摸，就是不用理它。日轩。月影，我想起来了，对不起，我们还是不能在一起。月影，你刚才还是好好的。日轩。月影，还好，在我最后一刻，记起我爱你，我记起来。不对，不对，还是不对。七诀，无赦仙人的七诀。七诀。原来是这样。什么意思？表哥，你看，这七诀心法是无赦仙人多年的心得，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常人无法理解的，但是这里面却有一个很大的矛盾。要么彻底成为无欲无求的人，要么谁也无法练成七诀。没错，人不可能做到彻底无情无欲，
所以没有人能够彻底练成七绝，强求者必定身心受损。这里还有一本。这本书上记载了很多解毒的方法，想必宋女师傅应该都给冉冉试过了吧？妹妹，你看，琳琅。来，小心。来，天啊，怎么又来了？七哥，五哥，表姐。三哥，师姐，你们冉冉，你冷静下来，他们都不是真的。怎么不是真的？他们就站在那儿。你听我说，你大哥秦涛他也在里面，但是他早已去世了，而且早已入土为安，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里。真的？不见，不听，不思，不闻，不摸，住手！我一直都想问你，你是如何做到让这些怪物听话的？我不知道。冉冉，你听我说，你有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？什么事啊？我们一路走来，一直有一个不属于这个幻境的声音。你如果想破阵，会不会跟这个声音有关系？对呀，不是屏蔽五感，而是屏蔽四感。只要我们一直跟着一个声音走，一定能破阵。妹妹，青天，妹妹，冉冉，往这边走。小师妹，妹妹，青天。秦老，跟紧我。一会儿，不论我走到哪儿，跟着我便是了。不管前面是刀山火海，还是万丈悬崖，
只要我往前走，你就别拦着我。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、刀山火海，只要你往前，我绝不后退。小师妹，往这边走。小师妹，你来了，想杀我就进来呀！道长，求求你醒醒！我已经站了整整1天了，我还要去找我妹妹呢。道长，你饶了我吧！硝烟已散，烛火风中缠，多少遗憾都留一声叹。一当空劫离长短，相见是一难，想念何以堪？多顿的东去，火畔的春来，蓦然回首，已青丝鬓染白。相见是一难，想念成孤寒。当他